美三国签订的条约使与中国的关系走到了一个转折点。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公开警告说，不排除与中国开战的可能性，称这是中国人的问题。达顿还强调，与中国的战争是可能的，他的国家应该做好准备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见了伊朗外长侯赛因、埃米尔阿卜杜拉希扬。在双边会见中，王毅表示，中方愿同伊方一道落实好双边全面合作规划，推进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。王毅强调，中国将继续向伊朗提供抗击武汉病毒疫情的援助，支持伊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，并将继续在阿富汗问题上共同努力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鲁坤埃萨来到了土耳其，会见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埃尔金阿尔普特金，后者在安卡拉的伊本希纳医院住院。在安卡拉埃森博阿机场降落的艾萨，在护照检查处不被允许进入该国。尽管解除了进入该国的禁令，但安全部队还是不允许多鲁坤埃萨进入该国。多鲁坤埃萨就他没有被带到土耳其这一事发表声明说，我也想呼吁土耳其当局，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处于会扰乱土耳其公共秩序的状态或行为。台湾国防部宣布，包括战斗机在内的10架属于中国空军的飞机进入空中边界，并启动了导弹防御系统。莫比乌斯资本创始人、美国著名投资人马克·莫比乌斯说，新兴市场指数的30%是中国。目前除了中国，资金到处流动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未来资金流向土耳其、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原因。自巴黎圣母院大火以来，已经过去了2年。由于在大教堂内进行的工程为建筑物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，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在2024年巴黎举办奥运会时向游客开放大教堂，为修复的安全阶段分配了1.65亿欧元的预算。哈萨克斯坦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在造币和邮票印刷总局举行会议，讨论哈萨克斯坦独立30周年纪念币。